去年国庆连假，昆顶街仔路人坐甲吵，一天来要正万的游客，反而店家无用甲变过，当时真无简单，疫情变好。即马过了过年要到啊，民俗饭店业者订房率有已经关要到成，或者是客满，各地游客嘛赶大包小包，准备要来住。春节期间的订房还算稳定，询问的电话有，但是取消的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。不过当时有饭店接到电话，讲是要来退房金的。截至今天为止，已经拿到了17笔的退订。另外，好耍的观光景点小琉球过年的订房率嘛是真悬，不过即马嘛是有人客烦恼疫情变严重，可能伫咧考虑不爱去啊。已经客人在陆续的在做评估考量，看疫情影响的程度而做判定。根据统计，2021年疫情的影响，昆顶休来生理比前一年减3成，全年旅游的人数201万人，是38年来上低。就算疫情变好，水上活动冇条件开放，佮加上法国被内管，中秋国庆连假嘛拢有人来遮爽，不过起草嘛是无过去好。旅宿业者接获了许多有关退订的电话，但是呢，目前大多在观望中。业者认为，后礼拜会是影响过年出去佚佗的关键期。中央若是无提升防疫的境界，民众去昆顶佚佗，防疫嘛拢会确保做好势。